关系到全台湾130万的身心障碍者权利的身心障碍权益保障法已经是17年无修改。立法委员王世坚举办公听会，真侪身障团体代表来参加，表达因的心声。因是希望政府会当统一服务的对口，建立自立生活专章。学者表示，目前法律是无法度回应障碍者的多元性，毋望修法依护因的人权。公益采光其中一个目的是帮助身心障碍族群就业。不过，伫公听会顶头，身障者讲出家己的心声，批评采光的成本伤高，利润伤低，而且批发的数量无规范，亲像过年采光卖上好的时阵，身障者拢爱受抢。一张100块彩券来说好了，这一张100块，我的成本就90块，我只有赚10块钱。然后他批的时候是要批一整本，一整本是100张，我就要有9000块的成本，卖完我才会有1000块的利润。那再来就是过年时候批彩券的这个规定是希望说可以在这个让我们这个真正在街头卖的人有一些优先优惠的一个配给方案。另外，有其他的身障者批评政府无共款的服务，就爱找无共款的窗仔口，想要申请服务过程中，定定就爱车跋柄，造成因真大的不便。我有使用那个智易生活服务，比如说我在工作的地方，那遇到说职场的协助，那他就请我去向劳动部的那个职场人力协助申请，那就是意思说智易生活排除这一块，然后会造成申请者的一些困难。针对目前法规上的问题，学者是指出，台湾身障族群其实真多元，比如讲是障者甲两骨受伤者，需要的照顾服务就无同。建议政府伫咧修法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到身障族群的多元性。障碍者是一群非常多元而且异质性非常大的群体。那针对复杂的群体，其实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那这是我们政府在做自立生活支持服务的时候，需要特别去注意的一点。民间团体表示，台湾是民主的社会，重视人权就是民主的表现。建立一个予身心障碍者会当自立生活的社会，是保障人权的关键。身障者毋望政府会当来听到因的声音。记者王可珊台北报道。